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然后下面是第七个课盘呢，就是应该是以事业而占这个占它，就是这个是分6个方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赐予智慧之事业而占它。就是赐予智慧之事业而占它。第二，明觉宏度莫总会围绕即欢喜，原地至圣兮，积水实自庄严明主宏。这个就是说，这个也叫做是放光度目，就是或者说是明觉宏度目就是明觉宏度目。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度目就是其实这个度母的话呢，应该这个身是这个红色的，然后呢，书里就是在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金刚就是十字架金刚杵就十字架金刚杵，那么它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众会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度母就是什么这个慈悯众还有这个菩萨众比如说成就真实语的，成就等次的，成就辩次的，成就智慧的，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圣者众会圣者众会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度母，而且度母呢，就是非常欢喜的这种身体呢，非常欢喜的这个心呢，就是引发，就是身体当中呢，就是发出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光芒，这种光芒呢，就是让这个摧毁原底的这种所谓的这里原底呢，在有些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无名愚痴的原底就是刚才父母的这个这个度母的这种身体当中呢，就是发出这个红紫和发出这个欢喜的这种光，然后这种光呢，就是让这个摧毁无名愚痴的这种原底，以及呢，就是我执和就是自我执着的对运的这个执着的一切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全部都会摧毁就摧毁，并且呢就是我们大人得这俗话，就是这个狮子呢，就是庄严这个红字然后这个红字呢，也是发出这个无量的光芒，然后这种光芒呢，就是让这个摧毁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心理的一些愚痴这个黑暗。就是这些呢，就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世间的，就是各种这个原底，真正的原底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依靠这种咒语来，就是可以这个牵错，就是我们平时呢念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度母信咒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摧毁就是以前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印度这个南方呢，就是有500个商主呢，就是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报。其实这个韩文上，我觉得也应该有很多的公案，这藏文上也有，但是我最近的是没有拿到就是藏文的一些公案。但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就是度母这个救众生的一些这个公案实际的是在这个很多人都经常去讲。然后这个公案呢是印度南方的500个这个商主呢，就是到这个就是海里面去报就是去报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这个3艘这个船就是3艘这个船呢，就是一起就是开到这个海里面。当时他们离开自己家人的时候呢，就是依依不舍，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去大海里面去报是基本上都是很难这个返回来的。然后这些商主们呢，就是过去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的这种委员，后来呢就是到这个宝珠到宝珠以后呢，就是每个这个商人呢，就是各自都是以自己的一些那个这个想法呢，就是都拿了很多的这个如意宝宝珠就是开始这个放在这个船上，就是回来。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的那个海神和一些土地神呢，就是不欢喜，就是因为那个。其实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挖得很厉害就是或者说整个这个山川呢，就是全部破坏掉的话呢，其实土地神和就是当地的这个这些这个山神、地神水神木神、树神都不高兴的。然后当时呢，那些神呢，就开始就是跟他就是制造这个威怨，出现呢就是狂风和海浪。那个时候就是这个3只船都是马上就是放在这个海里面了。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商人呢，有一些呢就是念着这个自己家人的名字，有些呢就是喊着什么这个地势天还有这个什么大自在天就是太阳月亮等等。有些呢就是拉着这个珠宝，就是说这个珠宝就喊着这个珠宝的名称。有些人呢就是互相就是拉着这个亲朋好友。正在这样措手不及、非常这个为难的时候呢，有一个居士就是有一个佛教徒呢，他就想起来
啊，就是其实这个遇到最大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会杜牧呢，就是让这个救护我们啊，就是让这个杜牧这个救护我们，然后呢，就是他开始呢，就是念这个杜牧的这个信主。当他杜牧的信主念完了以后的话呢，西岐班的所有的这个狂风呢听了，然后呢，就是他们非常顺利的，就是到了这个岸边呢，就是到了岸边，这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遇到的任何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山神地神等原地的危害的话，那就是这样，你一年心里面一年的时候呢，你会这个让这个显现就是各种的这种这个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成就相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就是前途为远的这个相啊，就是前途为远的相。所以我们这个按照有些这个注释的观点的话呢，就是那么这句话是用迁除这个黑暗愚扯，然后得到这个智慧，赐予这个智慧。现在有些人呢比如说这个考试啊，就是或者说是任何一种这个开智慧的话呢，就是特别喜欢就是修文术法门呐、就这样的。其实杜牧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特别就殊胜的开智慧的这个法门啦、里面就是增长智慧的，比如说摇碗呐、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这个周易和修法，就是如果这些你不懂的话，那只念就是杜牧的这个信主，或者21战杜牧，就是很多人的以前我也看过一些比如说有些孩子呢，就是准备去考试，然后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是害怕考不及，然后路上呢念了1000遍就是杜牧信主，后来呢就马上这个考上了，就是这样的公案呢，就特别多，就是这个是，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道友呢，就是考试的时候也是，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那就是好好的念杜牧，也不用复习，就是让到时候到时候也许你剩谢剑都不知道，怎么杜牧一点这么念杜牧呢？就是一直想不出来，就是，应该不会的，就是所以，依靠这个杜牧的这种，其实诸佛菩萨都有一种开智慧、开这个增上慈悲心呐，就有很多的这种能力，只不过是我们人们呢就没办法这个开启的这种秘密的这个怎么说啊，就宝藏，就是主要自己缺少这个要素而已。